看爱钓到一米四金懂哦，外面啊太阳真的很大哎，还是啊在家里唱歌比较好。哎，你们在笑什么啦？怎么了啦？不是，日头暗烂，爱记得戴帽诶。日头暗烂，爱记得戴帽诶。没错。日头暗烂，爱记得戴帽诶。日头暗烂就是太阳很大、阳光很烈的意思。爱记得戴帽诶，就是要记得戴帽子。日头暗烂，爱记得戴帽诶。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太阳很大，要记得戴帽子。一起练习一遍哦。日头暗烂，日头暗烂，爱记得戴帽诶。爱记得戴帽诶。懂吼！博士，你自己看看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哎呦，外面太阳真的很大哎，应该像你们说的一样戴帽哎。对啊，像这样日头暗烂，应该只有骆驼受得了吧？骆驼，对耶，为什么骆驼可以在沙漠里面生存呢？哦，那跟骆驼的身体构造有关系哦。我们是沙漠报道。喂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这样子要怎么抢劫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是那个阿里巴巴说的。哎呦，阿里巴巴他说的，哎，那里有人呢。停！我们是沙漠报道。你们是？没错啊！今天我们就是要抢劫你。把你身上的东西交出来就可以走了。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哎。没有。不可能。我知道，一定藏在某个地方。对，一定藏在某一个地方。你今天如果不交出来，我们就不放人。你们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你怎么都不渴啊？而且都不饿嘛。我想我们还是改邪归正好了。哦，所以骆驼的驼峰有藏很多东西。对，骆驼是一种耐寒也耐旱的动物，在它的驼峰里面储存的脂肪提供它生存的需要。另外啊，在骆驼的身体里面有储水的功能，所以啊，它3到4天不吃不喝也没关系的哦。哦，骆驼这么厉害哦！就算日头暗烂，骆驼也不会怕啊。没错，而且它就算不用戴帽也不怕晒黑哦。懂吼？对了，博士。我刚刚想到了一个好造型，以后就算太阳很大，你也不用怕了，因为，当然，你戴起来以后晒黑也会有造型哦。这是适合我吗？好适合哦！我不一定觉得它适合我吧。哇，你会跳舞哎，会。他明明就很喜欢我们那个年代有这个舞蹈啊。